咁個安裝方法好簡單嘅啫，緊記拆膠紙啊！拆咗膠紙之後啦，就將呢個位嗱，記住喺冇佢有兩嚿嘅，一嚿咧就印咗個 logo 嘅 ，OK， 咁啊 logo 對 logo，OK， 咁啊冇呢邊咧就放落去冇 logo 嗰度，好簡單嘅啫。嗱個窿呢度個窿一放落去，拍實佢，搞掂。跟住咧你見到啦，個 logo 同呢個 logo 咧係一樣嘅，咁咧就套入去，扭實佢得噶啦。不鏽鋼咧嗰個螺絲螺位咧係做得好好嘅 ，OK， 所以咧一扭緊就得噶啦 ，OK， 非常之好用，又唔使話要攞嘢扭啊啲咁，好簡單嘅啫。呢一度咧有個直膠嘅嗱，記住我哋咧嗰啲咁樣嘅叫做嗰啲叫做膠貼啊，即係嗱你扭螺絲嘅時候咧，你入邊咧一定要有個膠貼貼住嘅。如果唔係嘅話會漏水嘅，咁而我哋呢個膠貼咧係用咩咧？係用直膠，我哋唔用黑色嘅膠喎。黑色嘅膠咧，嗰啲係橡膠，會甩色嘅，咁就會造成二次污染。有陣時咧，你攞完出嚟之後咧，你用到咁想攞完出嚟，成手黑晒，洗都唔能夠即刻洗得甩嘅。咁我哋咧就用直膠，而啲直膠咧個彈性保持得耐用，唔容易變形。橡膠咧用耐咗就會變形噶啦。咁你就將呢一 part 咧就扭上去個水龍頭嘅出水口嗰度 ，OK。扭緊佢得噶啦，攞個士巴拿 ，OK， 跟住呢度咧就出水口，你就將明唔明啊？嗰條喉啊，花灑喉咧扭上去就得噶啦。嗱就咁樣扭咯，明唔明啊？咁樣就得噶啦。咁條喉駁呢度咯，係咪？好簡單。嗱就咁就得噶啦。好啦，講開咯。咁換嘅濾芯周期點樣咧？一般市面賣緊嘅嗰啲濾水器嘅濾芯咧，通常話俾你聽咧，個周期幾個月啦。咁比較大隻講嗰啲咧就6至8個月，但係我想話俾你聽，事實上咧，濾芯嗰個更換嘅周期咧，唔係講時間嘅，係完全係要根據佢嘅水質嚟，即係個差異嚟決定嘅，唔能夠用時間，亦都唔能夠用水量嚟決定嘅。因此，我哋咧就會喺個成套 SPA 入邊咧，就係呢個咁嘅氯氣試劑，就會裝滿喺嗰個包裝入邊，就俾你 OK。咁啊，佢入邊咧就有呢啲氯氣試劑啦 ，OK， 有幾包啦，咁啊有呢個比對嗰個色組啦，另外仲有個樽，嗱呢個樽玻璃樽嚟㗎，你唔好整爛佢啊嚇 ，OK， 你要試嘅時候要盡量用玻璃樽試嘅，咁先準確嘅。另外仲有佢後邊咧有講埋㗎，氯氣試劑嘅時候咧有個水溫限制㗎，你唔能夠攞好熱嘅水去處理個氯氣試劑，因為佢個反應係唔準確㗎。咁你可以跟翻個水溫嘅，水溫一般嚟講常溫就得㗎啦。OK， 你又唔好冰水嚟處理佢啊，又唔好攞呢個太熱嘅水嚟處理佢就得㗎啦。水自來水嘅常溫水就可以㗎啦。OK， 咁我哋就會俾埋你嘅。我哋咧就唔會用呢個 OTO 嘅，因為 OTO 咧佢係本身係黃色嘅，以前都已經大家都有可能見過㗎啦。咁而呢個 OTO 有咩問題咧？咁樣講，佢最大嘅問題係唔準確。因為咧會因為水入邊含有嘅鐵啦、錳啦、亞硝酸鹽啦、溫度啦、酸鹼度咧會導致佢造成偏差，而且最緊要嘅問題咧就係佢2013年7月嘅時候咧已經俾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嘅國際癌症研究所咧將呢隻 OTO 即係黃色試劑嗰隻啊，即係個致癌嘅第2級嘅 B 類致癌物，所以咧已經喺國際入邊咧係已經採用呢個禁用同埋回收噶啦，因為咧亦都佢同時俾美國咧列為咧疑似環境荷爾蒙啊，所以咧會破壞整個地球嘅生態，所以唔準用噶啦。一般嚟講咧，點解而家好多人唔願意用 DPD 咧？因為 DPD 嗰個價錢比 OTO 咧，即係黃色嗰隻貴3倍。咁但係咧，因為佢好安全同埋較為準確，所以好多地區咧已經係轉咗用 DPD 嚟做呢個水中嘅測試噶啦。